宁风公平不哭丧，今节万曲家娱乐，权贵子随捧古玩乐开怀。年年增品喜做梦，喜做梦。金榜题名天下门，领取官兵好浮沉。想不到吏部衙门副权官，文书金像刘福林。门对女子二里担，送礼也要顾三观。这正是当家房子财米贵，做官才子应最难。这个李学生倒是知趣，送了这样大大的一份厚礼，千岁也见了十分欢喜。12岁他过7品月礼，实在太小，命我令新国为确接他。可是礼部已无空缺，这便是何是好？幸苦今日李九生，这是平凉太岁得来领取官聘。哦，要是李九生得来领取官聘。你姓李？哦，姓李，叫什么生的？叫李九生。李九生？哦，李九生，妙啊！李九生，李学生，一日之差巧十分，官兵上就是有边家过城，岂不是平凉之福还了城？你回去吧，不必再来了。平凉知府已经有人了。夏总管，这平凉知府明明是我，怎么会另有他人呢？不错，原来是你。可是千岁爷是你缺手才官，只得另为他人了。此次我要面见千岁。臣是没有千岁爷的证据，就是宰相也不敢敲门。天下竟有这种事！啊，九生兄！哦，李年兄，看年兄神色，莫非受什么委屈了？哦，千岁爷把我平凉知府的官兵发给别人了。哎，年兄，是我这言，你大概忘了上下主语通用也下了吧？啊，李大人，哦，李学生，哦，
在此，做你的兵粮之父。去吧，多谢主公。家主滚！兵粮之父身上吃，20年寒窗费苦心思，尽管兵被毛淋漓的讨将，主神请你，我要面见先生。来人，你进我当了，出去。啊！是，寺内茶女汉服贵。给人立孝生。苦叹呐，万里奇鬼神霄，不为难敲关衙门，满腔缘分。处处自落的漂泊异乡，家难奔。思君
弟，洗洗去吧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身为御史在当朝，被为当年下天牢，把两金子锁在民间，不送去民不报，但愿菩萨多保佑我弟弟平安。在何乡？举举菩萨，弟弟，那你快想哎，你快举嘞！菩萨在上，请听弟子李素斌见证做高。
宋慧儿清唱，弟弟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姐姐，我老实告诉你，这包金子是我放在这里拾得的，拾得的，是拾得的。刚才有一位年轻书生进了翻过不少，不想暂时把这包忘记在这里。哎，姐姐，正好救我们的所妹之急。凤鸣，你怎么做起这样的事来？姐姐，我怎么啦？你怎么不再上去挽起上枪，再管不上了？你既看到了那位书生出门，怎会再管不上？分明是有意独守贤才。姐姐你，哎呀，弟弟，你怎么忘了？弟弟平时就我们讲的故事了。言辞不是家来事，只是不应他心情。当朝与孤配真相，早年潦倒也就婚，识得金代风完成，再想过去早凌云。风云啊，是与理想好自相，凄苦经历须同行。弟弟，我没有忘记这些故事，我真的为了弟弟呀。我就是也放到此报，无人拿得林子草，眼看着老母就却丢先人，农民心里是刀绞。要杀刘金，要无钱，要走门路，人苦道，地上一次打两斤，十来衙门万事了。弟弟，这就更不得了。弟弟跟着富美国，岂肯应回去讨好？宁肯定你魂魄妙，因此实际是当我事事笑。弟弟呀，唐朝设计书生前进，你良心不在天理之上。天理良心，弟弟谁缺？有谁来和你讲过天理？有谁来和你讲过良心？弟弟，天理终于上天道，良心早被丢弃掉。我弟弟满腹文才丢下，那刘金一路是草穿红刀。今日我无非三界，今夜报正是天理，不能饶。死坑！弟弟，弟弟有病儿心塞，弟弟生怒儿自塞。今日军机此金兵，他年文文离家门，有了人言当地衙门铺平路，有的人家苦为我不为。你把为我病彻的脚步都忘记了。弟弟，我都是为
称赞美，民族之属有大礼，统欧奉承与虚我，层层儿眼空不见有大量，品格非同用错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今生奴也有必心，此人前在是因果，为人这影响把上在梦须听成，岂能够团团面前却双腿？今日为父将你当一副，好似放了话是有为，话是。被情丝所弟弟，家父所推。今世永世爱。弟弟，
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
好了好了，你姐姐呀，她是说不出口的，我来挑明了吧。这些呀，不是姐的，不是姐，是买。姐姐，你是呀？这是真的吗？姐姐，你是呀？姐姐，你是呀？姐姐。我姐姐不能买，我姐姐不能买，要你一定要是了我啊，谁看上2分两他瞧见买它嘞？哎呀你，我不是为了你们嘛，不能买呀，小弟弟呀，我家是开宁波的老人家，我每趟去啊，有女儿作伴，你尽管放心就是啦。我姐姐不能买。家里三天望月在相逢，一日亲戚相知门头，看你啊们，每他去叫我回家问对我，家里是张亲，两个是鲜花叫你好了好了，儿子俩人民在此啊，你们弟弟儿子啊，好好的担待，快安排一下，我到那边去去啊。妈妈，小弟弟呀，我姐姐不能买，妈妈，我姐姐不能买，妈妈。姐姐，你不能买，要买我，要买我。
是我的。
自己的呀，快去关走关
馆长，知道了，去吧啊！君妈妈在等我3年整。什么？等3年？姑娘，我们门户人家还靠着坟头过啊，怎能等得3年呐？调动落在精力是再也整不起来了，我何必要等3年呢？妈妈，3年之后我可以30来份为你彰显。妈妈，我家有远远懂事人，再有3年更长进。今年4娃年轻长，狮子却不有更生我列子，我做常年做才女，买份有事。度光年，九子一夫人三两，各分一片3两银。3年前我等为你少来改过金花天，你得一个14年方年半年，我再一个。我当女子。
呀，不怕人家削掉牙齿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上岁手写梅花双体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诗词文章。妈妈呀，这妹子别发高一声，说不定也只真是善良人。古时候有个才女叫谢道韫，今日就不会出过李素萍。妈妈，看起来妈妈今年叫红运，谁人能瞧上进门，谁女出在富春园。富春园啊，三灯给蓝点一灯。妈妈，这一股菜是一股茶，说得真像是一家子啊。说得过东城母鸡生凤凰，谁家王女别急，自从宽古到如今，男女不管男不买笑，强买盆。妈妈，你咋要将军无一种，生到些子把明天，我要告你买了为茶给我谁？要是你犯不出我的碎心眼，鸳鸯高挂一根绳。哎呀，这里面的人啊，是多为这套法宝的呀！哎呀，妈妈，姑娘，一颗耳脑山上吊，妈妈我从来想不到，你啥这一波一冲，我送你了彩带，付上。那，哎呀，妹妹，哎呀，你拉下来，妹妹，辣子，哎呀，妈妈，这妹子身心十分高，妈妈你还须常先放鸳鸯，更何况她年逾的节气，比得进她那个黄土梅多骄傲。倘若他果真心多结，我岂不白白把银子抛？倘若他果真成才女，岂不是胜过那千金买笑？到那时端来身高金陵贵，李氏三配，李氏三配，何其好！那最好吧，谢妈妈。这是我有话在先，这是3年之后夫人买你的文章，你还得听我的。
许多的大贵人都约成善良的你，卖你一片死的你，哎呀！妈妈，我姓陈良，从今以后你就改名陈善良，不卖笑，只卖粉。这是新到的惠州乡门啊，这是佳了药，都为小姐送来。你再送下来，我妹妹等着用呢。好。姐姐，妹妹，这是刚送来的香灰药啊，你谢吧。谢姐姐，我摘了。送姐姐。
梦是相反的。我要紧的啊！我要心弟弟，要心弟弟。妈妈一定帮你找到弟弟，一定。只要你呀，请我多细细问找啊！陈奎，再去拿些好的来。啊。你是报恩寺经过的大姐，你是陈奎，陈公子。恩生，你怎么这次做起虎狼来了？这真是一言难尽啊！我家为难父宗子，帝王有宗娘就是来无定求情妇女归无计无奈哦，全是虎狼毒蛇子。沈奎，你可不能小人啊！事已至此，我也无奈呀。我愿助你言必之力，尚不言弃，从今之后，你就做我的弟弟吧。哎呀，人在良心的死地，在梦里得了情的恩义的。风筝才女曾善良，灯下交动在书房，神亏怕有关古今一生在，明日应是父亲帮。姐姐，不，为己身体不用担心，眼的明日还要上京赴考，今晚还要珍惜时光，共同斯文的。接人功，他有此责是今人，是
现今3年后，你又称我做你的神魁媳子玉凤生，你为我一腔心血来情事，7年10月把送恩。贤弟贤宗了，欢颜的伯牙与宏大，恰不知岳飞眼神所风靡，所风靡。弟弟10年整，到如今家人未报，我妻难平。探子探弟弟，因恨害事旧嫌下，亲手包庇谁功能？探子探弟弟，一时寻归受清兵，家徒四壁，谁来问？当年我爹王妹我因三层，生妻借用度世人，30是孤寂独居茅舍里，因有乡邻来照应，孩儿我奋发图事，苦用功，是立志强傲人人，金秋算公归自乡，孩儿我立志奋发去京城，儿子王10年辛苦一子归，动荡的举能生命，到那时还要死无本。
离家门。了法，身盔银康了无形，身上了思念重重一层皮，一层金，随着两老眉间一根绳。
呀，你这位珠宝大商贾啊，真是财运亨通，看还是那样的钱呐！哎，老了，头发都白了。哎，老虽老啊，像今朝这外面走啊，里面好。是啊，每次经常路过武定镇，哎，总是要来看看你家善良姑娘。是呀。哎，妈妈，善良姑娘好吗？哎呀，张大官人啊，你是哪里知晓？自从人魁上京之后，才有些隐忍难禁。哎呀，这真是野花不中年年有，烦恼无根到日日生啊！妈妈，既然善良姑娘这一不肯为偿，哎，你留她何用呢？啊！莫看我们上人送礼，哎，一荣尽呢。哦7年啦，我张子成还是那么一句话，愿承받您1000两，随他做过3万。哟，你这不是在问我的要钱事吗？啊！妈妈，听说陈奎中了trạng元，封了伯父亲恩了。这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妈妈，我看你还是和姐姐，等一会我再来听你回应啊。想了陈奎才知之，我有当有嘛，不让他读书。事情他要是真的做了上元，封了姓哦，那定是要把善良截取的呀。我这是打开鸟笼放彩凤，岂不成在两头空？我这不放成善良，那陈奎知道挺难用。好在那位珠宝商，他多把善良来看中，假使高我变成娇，管他欺人年满翁，我一面管夸把善良美，一面报喜把陈忠，其实陈奎你告状，叫他滚进去相逢，自古将在先下手，一曾经我远走高飞，逍遥他乡，还是那得一层好一幕很努力曾经，红叶白玉把成。
原来福定州富城县有一烟花女子甚善良，被美于自报上张之成为妻。可这文妻上面一无红笔全点，二部官兵应袭，而这文妻之中却加了张200两银票。宋明只要本州给上官印，将那女子断与他为妻，这算不算团章？这算不算是悔？哎，这银子收也罢，不收也罢，那妓女能挑出后坑，总是件好事。本州理到圣贤，下面听了，说去常州客店，将那沈善良带来。上次内安家28年，不与我心忐忑100年，花枝叶下空上枝。莫非是言官不你是有人？哎，我怕是太死心眼了，向我李王明哦。10年落怕早看苦，一朝蜂拥得成心。我乃是新官出上人，备客饮酒却分明。官王是被所谓有初心。常州有是个穷衙门，想我一生清白，一生悲，这世道苦修本人离情。想得太多了，妓女从良本好事，修成英名也真来也真，屈子有道不顺团，莫上天理变公正。沈善良带上，带上来。很宝儿很多不生心，不是上堂有家戏人。黄雷宝脚上宫的坚持着不真空，申诉冤情。大老爷在上，小女子沈善良可见。沈善良是谁将你卖于客商？当家宝牌，既然至此，理当跟那客商前去。小女子不
愿先去，茶水容量与户不好，增色不愿。小女子有下心必定，用你讲来，大老爷用笔。要件事，再报谢3两亲大身。今日里宝儿团在没良心，暗地里将我卖与张子成。那老卡年近70是公贤宗，我3两24岁正清晨。遇到是正宗蘑菇过时辰，老夫少女真配婚。真善良，想那老客虽年近70，可他乃是自保商人，家在房官。你到他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有哪一点不好？荣华是言，富贵是云，小女子的心不会被那荣华富贵所动。你莫要错过这宋良机会。我宁愿为父成冤，也不跟那张子成前去。不是，你官员落水为妻，岂不愿为你父母养有之恩？小女子虽不奉正，巧一人30连次，想那张子成一仗这事，将我偏卖到此，我啥确中于他，这才愿为爹娘养有之恩。你大胆，当自报上好意说你容量真是偏卖，你这贼要将罪，我定用大营审理。大老爷，你几次三番苦苦逼我在那张子成前去，莫非你得了他的好处不成？一句话戳进我心底，道教同名安其境。父非要本罪将这女子断于他为妻，我啥为此当出过好歹。沈善良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大老爷，为官理自公道，不读明理在为高，褒贬清楚须分明，莫把是非都颠倒。大胆刁物，你尽管盯上本府，报效公堂，自问了得。来呀，圣堂！官方的
今日女儿天元门，龙龙王朝之年事，怎见何此？公子，沈善良，你到底去是不去？就是大老爷却当小女子，就是刚到家境，我也绝不先去。好一张利口，当上言语文气写得明明白白，岂为却夺了你？请问本期上会有小女子亲笔画押？不有，可有官笔印玺？对本州给放国印慢。本期是武林最所写，要给官印也有武林最所给。你是这地长嘴，只怕你给不得官印之故。沈善良，你再三不肯离开武定州，莫非在哪里还有什么牵挂不成？别无牵挂，武定州与我的兄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待老爷去把你兄弟找来，和你一同跟随那客上前去，这里也可早些相见，你看是何？我那兄弟只怕你算他不懂。不是，当常州衙门，难道算不懂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吗？我那兄弟也是个做官的你，你兄弟做官？哈哈哈哈！一个烟花女子的兄弟，也做起官来了。不但做官，还是个大官，总不见得和我一样是一个五品知府吧？我兄弟的官比你还大，衙门比你还宽，机关比你还高。哼，难道是朝廷清查不成？真是不知心沈善良，你那兄弟是哪年中举？哪年应是新人名在夸夸将来？只有一言查出，难免使用大义。大老爷，请听讲。我兄弟家子年间总可居，一催年间得疼你，预备清点新八部，山东茶坊知万民。啥问他是哪一个？曾亏去师兄弟你。这是他烟花里下仙女，哪知他兄弟是恩怨沈大神。我知道凭空得来人而不谁知道破天理，我们快滚骨困住。哎呀，不对呀！我想沈奎大人身为刑案，岂肯让他接近落水为棋？看来是我将他当劫了，他故意拿刑案来想我。沈善良，你沈大人可是一目洞吧？非也，莫非是说不嘴的？也不是。操！
你与沈大人也不是同胞，虽然而不是说不对你，分明是心口无言，欺骗本府，自我了得。我有相信的病。讲。我与陈辉同是天涯冷落人，自然契合几的城，万马与公子相对，万难相知真自疑。为此陈辉有人情，我只诉他多斯文，我言那是经总是少的能，烟花女我亲自做先生，西楼夜读受机灵，数年3月苦比心，8月为师赴京城，且喜他三病加上中头他言道，他不但是沈大人的恩情，还是沈大人的恩师。我想这女子有些一问题是有的，可以教不出上源来呀。此话未必可信。沈善良，你是曾是沈大人的先生，不知你教他些什么？将近是资质八家，教书法梅花篆体。梅花篆体，想着梅花篆体，我姐姐能写，难道他也能写的？想我姐姐能双手书写。沈善良，本就要看你的梅花篆体写的时候，可否当当写了？请老爷赐下便言，来，去文王师报与他。请老爷再赐一支郎行，这要一支何用？小女子是有练的，双手能写梅花篆体。能上手写字么？再借他一次。想要前城关，自别人郎行，落在张官手。就是杀人刀。老爷，请坐。天下之大，不疾不愈。我姐姐双手能写，沈家也能写的。我是把樱花女子凑人为姐姐，岂不落得个笑话？像我家孙女离日之本，昼夜顾尽，外人不知，不妨问他也尽在是。来，将本州的昼夜顾尽去了。沈善良，本州问你昼夜顾尽，你可通晓么？刚才要我实现梅花篆体，此举又问昼夜顾尽，莫非他？不为，我
李氏文中不为臣子张国，你真不为道。老爷这官分嘞。已经落入四卦第28卦户，名是怎样讲的？第28卦名为大过，里有往恨。是啊，苦养身体，老夫的少气无不利。按此而言，老夫少气没有什么不利呀。老爷枉夺金分，竟算断绝风命，光明大过，是实大大的过错。寡妇老夫的少气无不利，夫事实不应有这样的事，不利事实上有此事，乃是大大的不吉利。第28卦，事实老夫的少气原是大大的过错，是大大的不吉利也。沈三娘，你此种自己是从何而来？小女子这种自荐，子我一家与众不同。你识的是哪一家的一经之本？家有祖传历史之本，共有几卷？共有3卷。现在何止教育兄弟，表上有算，主人手历史手笔，你什么不一言？退堂！祖辈亲自说，家父孙后代，你一言不儿女。李凤鸣，你团长多少？你团长多少200两见风鸣，心得我府内举分。只是觉得上层断啊，胸口无声。大当上头，临水头，心不痛，是今我心思到。我问你弟弟怎样子，你请说。
翻开试卷，想着你，不知你欢唱夜读可用心。即是那十多的小嘴腔苦只盼着的是学着早动身，盼那常言道，鸟美女貌人，美心想不到你心底是吃不惯人。我虽是烟花女子到金榜，你恰是当当之才说身体，带上乌纱玉柳巾，龙卷那灰黑领，穿上官袍背负须，穿上买放根本，好了生八方了通气，压着女用他意。我骂你这零零之魂，气得武将数典王祖贵，金贵身上天良真的气呀！真得起还愿去世的老夫妻。
还是今日的神魁。恩子，这是何意？啥是当年的神魁？我万岁得今夜拜，啥是今世的神魁？我就谁不起了？小弟乃是当年的神魁。府廷奏见你，那当家宝儿是你不在人世，但不知姐姐有时候来到这常州衙门，谁这里当官司？眼里可有银子，这也谁有为之？要他何用？可恨当家宝儿将我卖与张子成府，不愿见去。谁知道常州知府他团长谁会用银将逼我将？先帝尚有银子，送也许这位老爷，免得姐姐再受拖延。是他。啊。13多年的同胞兄弟，正是请安过把来定噻。恩子，李凤鸣团长王法本应研判，这是我想恩子父母早亡，最低有13多年，因着金色送入，更言读书之人，则功名来之不易。即使出版，又是恩子的亲兄弟，你将他官降一阶，一走进京，也就是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，你这难道是这官场之中，只了金线就是神仙？这有这神仙，金线神仙，这世上只有这神仙金线，不争之心吗？
李凤鸣他该当何人？啥是吕犯？送迎法办，啥是初犯？下这为民。是次沈大人请上诉。三娘举你3件大事，哪3件？他初登仕途便受贿，云彩当着富纱帽，王子犯法，是民同你要责罚是三自公道。那2名既在府城院里卖文章，终日生罗病康。你官城中借我本银200两，说你姐姐陈虎康。那啥，这什么？为记住你第3章。你让我带了功名返家乡，苦沙担幡80之过，昨夜过深山青岭之高上。10年来，他生死流云飘四方，我曾教诲贯通阳，手足3生千古恨，唯独真是好时光。这真是做官容易生难，我要在大地里在身旁，从今后都是做人送气短。小